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お願いします。冇，冇講日文，冇講日文，翻返嚟。咁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啦。咁我就第一次創立我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作為第一集，咁我就希望透過呢個自我介紹車長自我介紹呢個唯一一集去大致上咁樣介紹下我自己啦。咁我咧就係叫車長。咁呢個名嘅由來咧就係有一個 friend 佢覺得我通透九巴同城巴所有嘅巴士路線，就係甚至其他巴士公司嘅路線，於是佢就叫我車長啦。係啊，咁就由呢個最近嘅 DSE 出發先啦。咁我咧就係考2026年嘅 DSE 嘅。咁我咧就係修 physics、chemistry、biology， 後尾中午就修 physics 啦，所以而家就得翻 chemistry 同 biology 啦。咁chem biology 係最後一科考啦，4月20號就已經考晒，所以我就已經解脫啦喺4月20號。咁我相信大家睇到呢段片嘅時候，呢段片今日錄影係4月27號啦，咁27至29號就可能上架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已經考緊，甚至考晒呢個2026年嘅 DSE 啦。咁喺讀書方面，我會形容自己唔太識考試同讀書啦，都比較大壓力啦。成績中等等麻麻地啦，唔算話什麼5星星，又唔會差到 U 咁樣嘅。咁中等水平。咁成績好5星星就冇嘢好驚啦。成績差嘅話會驚乜嘢呢？成績差我係有嘢驚嘅，但係我唔係驚佢嗰個成績太低分咁樣，而係我係驚我辜負咗一啲對我十分之好嘅老師啦，同埋我屋企人啦，甚至係一啲即係幫過我嘅朋友嘅一班心血同埋佢哋嘅期望啦，辜負咗係啊。大致就係咁啦。咁講完讀書方面，咁我就想講下自己對我自己嘅認知啦。咁優點同缺點咧，大致上就係。咁我講優點先啦，好先啊嘛。咁第一，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認路能力比較 OK 嘅人嚟嘅。可能搭巴士經過呢條路一兩次，或者行街行過呢條路一兩次，咁其實我基本上都會記得呢條路喺邊度。又例如係咯，都大致上係記到呢條路、呢條道路、呢個街其實喺邊一個位置咁樣嘅。咁第二，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叫一個很努力嘅人啦，都係咯。例如biology咁樣拉咗一波尾盤啦，係咯。即係平時都有溫，不過臨考前幾日就同 friend 一齊溫，都溫咗起碼6至7個鐘到啦。係咯，咁最後我覺得皇天不負有心人啦，都起碼應對得到 biology 今年嘅題目嘅。咁第三，我會重視所謂嘅 connection 啦，無論係屋企人之間嘅關係啦，定係老師同我同老師之間嘅師生關係啦，定係我同朋友之間嘅友誼關係啦。我覺得呢一啲關係都係永恆嘅，我覺得係永恆不變，永遠都存在嘅。咁我係特別珍惜呢一啲嘅 connection 啦，希望佢唔會消失啦。咁到我嘅缺點啦。咁我覺得我自己係個拖延症嘅人嚟，拖延症啦。我會即係例如一段片擺喺度，我可能擺成1星期我都唔肯去剪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比較懶啦。咁第二，我就比較執着啦。例如做數嗰陣時，我會好執着起一條題目咁樣，可能一卡成10分鐘咁樣嘅。咁其實 English not good 嘅。咁有啲又衝口而出啦，我覺得我自己都冇三思而後行咁樣，我就會講出嚟啦。仲有所謂嘅尊重，可能我份人咧就比較心急嘅。所謂在成績上面嘅衝口而出啦，咁可能。有時我太心急，我就會忘記咗所謂嘅尊重啦。咁第五，我覺得我個人可能都比較 negative 啦，即係我當可能係60% negative、40% negative，甚至多啲70% negative、30% positive 咁樣。咁如果我 negative，咁我覺得咁我自己又覺得唔太舒服啦。我又呢一種負面嘅情緒，可能就又影響到人哋啊，可能搞到人哋
唔開心咁樣啊，唔開心咁樣，甚至唔肯同我一齊 get along 咁樣。咁我覺得我係 susceptible to others 啦，我會話好容易受到其他人影響啦。可能我覺得我自己就《岳陽樓記》入邊嘅天下騷人嚟嘅，什麼天氣打雷，咩天朗氣清，我都會隨住天氣咁樣去隨住天氣而嗰個心情都會隨之而改變。咁大致上係咁啦，優點同缺點。咁我講下我嘅興趣，再加埋交嘅有興趣啦。咁我有興趣嘅話，我第一個肯定係聽歌同埋追星。係咯，追星同埋聽歌，仲有因為我覺得追星同聽歌好 relax 啦，我會覺得 idol worship is good，idol worship 佢帶俾我一種滿足感啦。我會即係學翻嚟嘅嘢，學翻嚟嗰種嘅堅韌不拔啦，佢嗰種冷靜，佢嗰種 resilience， 仲有佢俾到我嘅 emotional solace， 同埋所謂嘅放鬆嘅心情，其實我覺得好珍貴啊！喺追星同聽歌我會學到，即係喺追星我會好崇拜一個偶像，然後我會喺佢我會學佢身上唔同嘅特質去套用喺自己唔同日常嘅生活嗰度啦。咁第二我嘅興趣就係追巴士啦。咁追巴士我會覺得追巴士可以驅除我嘅煩惱同埋鬱悶啦。即係巴士途經嘅唔同街道、唔同嘅山水、唔同嘅景色，我覺得會令我去驅除我所謂嘅唔開心啦，佢會令到我更加愉快啦。咁我相信巴士將來我都相信佢會帶俾我唔少嘅愉快心情啦。甚至喺我嘅 YouTube 頻道，如果我堅持到嘅話，我覺得巴士應該都會為我帶嚟唔少嘅應該點樣講好啲呢？即係帶嚟唔少嘅收看人數啦，可能話係咧。咁第三我話打機啦，打機我純粹係為娛樂同埋放鬆嘅啫。咁第四就係近來就係即係 YouTube 拍片剪片咁樣啦。咁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對唔同嘢嘅睇法俾大家啦。咁喺呢度咁 YouTube 拍片剪片，其實我覺得都幾有趣啊，係啦。咁到講完所謂嘅興趣同埋我去跟嘅原因啦，我就講下我創立呢個 YouTube 頻道嘅目的。咁我呢個 YouTube 頻道點解我會用呢個 W3634呢架嘢呢？我又唔用其他呢？咁其實係因為 W3634呢一架嘢其實係 E6X18嚟嘅。咁我就希望大家所有嘢都係100分 perfect，100分 perfect。希望大家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啦，達到自己100分嘅效果啦。咁為會問創立呢個 YouTube 嘅目的，講完個名，咁我話呢個目的為流量，可以話係啊，但係流量我覺得唔係首要目的，喺我眼中，我創立真正嘅目的，咁首先我希望可以透過唔同片去令到更多人去認識我啦。咁第二，我希望都可以透過拍 YouTube， 從而去改咗自己嘅缺點，改咗自己嘅壞習慣，亦都希望可以改變到自己啦，唔再做一個問題兒童啦，而係做一個更加成熟、更加有能力有更冷靜嘅心態去面對問題嘅人啦。第三，亦都希望可以透過周圍去行下，去拍下嘢，甚至去認識所謂嘅新地方，去發掘更多自己嘅新興趣，從而去充實一下自己嘅生活啦。我主要嘅目的就係咁啦。可能加埋我就係為咗訓練一下自己嘅堅持同埋我嘅規管啦，即係希望可以定期咁樣去。即係唔會拖，即係我希望，尤其是我希望好想改咗我呢個拖延症呢一樣嘢，我唔希望自己一拖再拖咁樣，搞到啲嘢一堆咁樣喺度做咁樣。咁我希望拍過定期嘅剪片、定期嘅拍片，去改咗拖延症呢一樣嘢，亦都可以訓練一下
我堅持啦，即係堅持去咁樣拍片剪片去拍片剪片咁樣去擺上 YouTube 咁樣，希望可以堅持到呢一樣嘢，學識去堅持去做一樣嘢咁樣啦。咁樣最後咧，咁我暫時咧就諗到唔少名嘅我啲系列，咁包括就有呢一集嘅自我介紹啦，一集，跟住仲有呢個車長雜談啦，車長嘅坐車日記啦，車長日常都有喎，車長減肥記都有喎，仲有呢個車長旅遊記又有喎，仲有呢個車長大食日記就係咁啦，仲有呢個車長開箱日記，係啊，咁但暫時我諗到8個名啦，仲有啲乜嘢可能到時候諗到就到時候就即刻再加啦。咁最後希望透過呢個自我介紹，大家會大致上去了解到我呢個人啦。咁我咁最後就希望大家會 like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希望之後會有更多片，大家即係同觀眾同朋友之間有更加多嘅互動，係啦。所以多謝收睇我嘅第一集嘅自我介紹。多謝。